即个三岛级风台影响咱台湾的时间真长，来看交通的部分。今仔日国内航班即国内机场的航班拢取消。那海运的部分咧，外岛的交通全拢停驶。台铁的对号列车嘛停驶。区间车会看天气的状况随时调整。那高铁要暗暝6点以前，台中依然是暂停营运。提醒乡亲出门进前，就要注意上新的状况。 真侪人赶行李到松山机场航空公司柜台要办行李登记，因过受到风台影响，国内航空线全部拢停飞，国际线也有部分的航班取消或者是变动。有真侪想要出国的旅客，甲航班组成过条条，惊讲万一停航会耽误行程。今天去上海、台湾来啊，但是已经行程都排好了哈，然后看气象报告都。 没有说对航班有什么影响啊？哈，担心当然会担心啊。第一就是说，到底会不会起飞嘛？啊，第二就是飞起来会不会有危险？毕竟还有小孩子这样子。因那伫国内交通的部分，双铁也调整营运。高铁伫咧初三下昼6点进前，台中依然暂停营运。南港车站路南抑个台中站上北，每点钟拢发2班列车。下昼6点过了后，南港车头路南抑个左营站上北，每点钟发2班列车。 除了商务车厢以外，各车次拢是采用专车自由坐列车。台铁的区间车是看风雨的情形做调整，但是西部、东部对号列车、南回线全部拢停驶。计程车11点多才有车子，啊，搁坐4点，这个时间伤久了，我要来坐高峰号。想办法咯，可能就是搭那个高铁去到台中，然后在那里想办法。因为北台湾风雨愈来愈大。 台北捷运宣布将会看运量甲风速调整班次，文湖线、北南线班次差不多是12分钟一班。另外，公路局也有警示封闭花东甲高明地区，总共14个省道山区的路段。离岛159个交通准班也拢全部停航，提醒民众出门进前要注意上新的交通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